先来练一首歌，新圣诗38首，有诶72首，有圣诗72首，好有专营诶注释的。来，开始甲咱崇拜。有圣诗317首，新圣诗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助。这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按道理。咱决伊三听，咱决伊三听，咱决伊三听，有圣诗来帮助。我就情难来看在。
咱做上帝嘛要甲咱做伙，才替咱来解决所有一切的困难。咱即是三角的祈祷。主啊，上帝，阮感谢你，你带领阮经过即个礼拜时间，阮会遮平安经过，阮感谢。只有阮知，阮相信我，伫阮需要欠缺时，你要帮助阮；伫阮身躯边疼，伫阮无助的时，你都要甲阮同在。主啊，阮意思甲阮同做伙，阮用合的心来甲你面前，来领受上着你互阮加持，互阮伫这时日当静静来想，用阮的耳孔来听，主你所开贴互阮加持。阮遮祈祷，甲阮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继承，也是伊的草根的人，就用感谢日记的名，用俄罗日记的名，就感谢伊俄罗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啊，再来就是俄罗斯的咱的信息72次，是信息3个次，欢迎专属听听。
第一届。记载时间103分吼，我来计请下先我来。我的心情啊，就学乐了我，就学乐上主。我的心情啊，就称赞上主。以下面你拢总会读做。伊救你脱离死亡的航坑。伊要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施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来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当离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上主，你请小敬意。因为伊知影咱是咱受造的本质。伊记得咱不大本。人的伊的性命亲像草，伊亲像鸟的生长像，风一吹就消失。无人会搁看到。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的人。伊对待因的囝囝尊孙，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忠实遵行伊的诫命。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伊的主权保庇万有，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即向伊的名之者，来一声。你拢得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军一用伊的旨意的裁决。你拢用
以掌管各所在的地座位。赞助，来提声。金钱啊，请赞助。咱同时上过来负责。即项即款的事情，阮伫遮献上阮的感谢，阮俄罗斯阮的感谢你，阮台湾的疫情是注意着祝福，注意着保守，耶和华沙龙的上帝，请求平安伫阮的心中，阮的疫情会当控制中来实现。这是上帝你所想做无，政府官员每个人对有，但是上帝你亲自是遮掌管。阮即阵伫遮奉主你的名来宣布，阮的耶和华以勒的上帝，愿主你帮助阮台湾即个疫苗向着，因为疫苗是阮必须要的地方嘛，疫情扩充的在这个地区，所以主啊，阮的政府在买疫苗的时阵，做会当来顺利来买着疫苗，将疫苗来到台湾，阮台湾无疫苗的空窗期，较来这是着。中华主管感谢你，愿意请恕阮的政府官员伫咧处理疫情的时阵，也请恕阮小心来对付，愿咱同心合力伫着台湾即个土地，将做上帝所祝福圣洁的土地，主阮感谢，我来伫即个所在，甲下晡教会来伫着，主啊，阮的教会，你所享受的教会，最近是准备因迄种。推动家庭祭坛甲RPG的祷告，阮相信这是上帝你的话有教的。搁一届疫情中，每一个人思考这个有教的，听要将来要听到祝福人的教的，伫这个教的，我若相信你是免谢上帝，到如今都还是在帮助好好教的，要听出一个教人无共款的教的，就是上帝亲自掌管的，主你的旨意的教人，永远可以在这个好好教。我这个 RPG 的祷告，会当听到国家、教会、家庭、个人、甲朋友、较需要的人，祝福的教会，RPG 主阮感谢你，我若伫即个所在，遮全部耶和华拉我来上帝，我们后头教会，遮会听着姊妹的身体有听嘛呢，来拄着家己顶过来，做好阮伊的圣事，来肯定伊心情，我们当每个人，我们对着主的。看好高过去，所以我们感谢你。我来后头教会遮来希望，就是每一个家庭，愿主你祝福，祝福手放伫伊心中，在疫情中，无论要做疫苗，还是还未做疫苗，做完用饭，做疫苗来我们当顺利，还未做的做完用饭，做一切来当顺利平安，主我感谢你。我来遮，后头教会遮。拢讲上个兄弟姊妹工作上，家己个方式上所拄着困难，主啊，阮来即个所在，而且耶和华叫伊上帝，主阮来陪伴，互阮即个公司产业上变悬，真大变悬，也无顶头，我来对着主的祝福，甲保守，再献上阮的感谢，咱将一切荣耀归亚爸父上帝，献上阮的感谢，伫这个主的名。阿门。各样对平安，天时的百姓，请求样这来朝咱喊话，3摆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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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主，得了主，感谢，感谢，感谢天父。好，将掌声，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的神。今天你所要献的诗歌真简单，因为献诗的团体
无来不及准备吼，所以咱有机会做伙来吟这首诗歌，来听顺风长老。安尼啦，好，安尼看下。咱要写起来。哦，不用起立，不用起立，哦，不用起立。不要起立嘛。哦，真正好，咱来唱两摆哦。1、2，来。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你，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你，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信耶稣真好。我要来学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对我的烦恼，互我在力量。我的耶稣对我真好，耶稣真好。我要来学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对我的烦恼。我来力量，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咱今仔日唱一歌无共款的吼，下一页。咱来读一摆哦吼。有福气，来信耶稣有福气，有福气，来信耶稣有福气。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有福气，来信耶稣有福气。来下一页，下一页。好，来军队组。军队主来对耶稣有福气，军队主来对耶稣有福气。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军队主来对耶稣有福气。啊，来，我们这样就是连续唱就把它唱完喽啊，上一页，上一页。好，从这里开始，有福气，有福气嘞，来。有福气，来信耶稣有福气，有福气，来信耶稣有福气。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有福气，来信耶稣有福气，有福气，来信耶稣有福气。有福气，来信耶稣有福气。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有福气，来信耶稣有福气。主耶稣准备主，来信耶稣有福气。准备主，来信耶稣有福气。军队组来对耶稣哦，我们来信耶稣哦，预备来。军队主来对耶稣有福气，军队主来对耶稣有福气。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军队主来对耶稣有福气。军队主来对耶稣有福气。军队主来对耶稣有福气。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军队主来对耶稣有福气。主耶稣真好。
我幸福。感谢主吼，信仰所真好，无惊啊中原，大家在拜到这样面面，所以咱大家真正可以当如此而乐。咱来恭喜上帝的话语，咱来感谢主的恩宠。同时讲到市场这个概念吼，来，根据咱的上圣经伦多后书第9章第60到15节，恁读较大声的吼，因为这字足细，我会晓，所以来，第9章第60节开始。那时候，修剪的修修，剪剪的剪修，当照义行来收养六年，我必管道，我必领导，因为华丽的罪人，上帝的义，我上帝的大爱的爱，将我告比例，因万事相相相，他行大方的好事，到我我，教唆义在讲，以为我是阮，以有真正受用人，伊的义永远伫咧，多心属天际，互亚美，也心属你，互人家的上帝，伊的心属你，通家的天际济济，也咧给你你名义的归期，互你万事充足，到有当年的好心。这个好心就是福中换来的报人，感谢上帝的，因为这个福衰的工，毋是好像许多的两会那样，多煞的福济济人，感谢上帝，因为这个工的力量来归荣更上帝，是因为你是领导的方面大事道，我认为你不是安排应该进法，都因为有上帝所修属你的话永远配领导来万无你，感谢上帝，为了伊光辉真的。咱中国来讲课，你来讲课对我，因为我要一定有法子。咱会使重新来祈祷。主安的上帝，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面前，搁来一摆要对你的话相较实。对你的话，听着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不但激励我，也会当帮助我，也会当因为即个领袖，会当互四周的人永远来看见你的荣光，来归荣光伫你，来认捌你，眺慕你。咱只是阮要对你的话相较实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甲伫地。今日真欢喜，伫这疫情降过了后，搁来一摆伫圣殿中，甲咱伫遮同心和乐敬拜上帝。今日是总会、甲教会、甲社会方面主日，牧师伫遮代表总会、教社委员会，咱大家请安，并唤起咱大家对咱所徛起的社会。甲咱环境共同关心、大道甲奉献。兄姊妹，咱基督徒活伫即个世界，却无属于即个世界，因为咱真正的身份是天国的国民，咱真正的归属是永远我上帝国度。对上帝去要求咱基督徒。对现今所徛起的土地、甲百姓有应该尽的社会责任，因为咱的上帝是慈悲怜悯的上帝，伊要对咱人要慈悲怜悯的心怀，是毋是按对人要同款的心志？
伊入了圣经，会有关明文规定，以色列人伫收割田的五角的时阵，田的角头毋通挂到前，加落下也毋通捡，爱留互在地弱势的，照顾寄居的孤儿、寡妇，也是生活困难的人，等等。所以咱捡食的所剩的麦穗，通补足因生活的需求。所以伫新约圣经的内面，主耶稣也用即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如甲咱讲，基督徒爱做别人的好处边，就是爱诚做软弱、欠过、困苦的人的祝福。伊看见别人的苦难，咱毋通硬着咱的心，假使咱无看见，对另外一条路啊行走去。伊主要说爱咱听人亲像家己，就是看别人的需要，哪亲像家己的需要。因为上帝祝福咱，互咱丰盛有春，就是爱咱来到上帝来关心，补足人的欠缺，安尼咱就当活出上帝的疼，甲丰盛伫咱的生命中间。兄姊妹，教会是要定居伫本地。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1865年，马雅阁医生来到南台湾，1872年马偕博士、马偕医生、马偕牧师来到北台湾。因的宣教，拢是对关心人伫遐来开始，应用医疗来关怀人肉体上的需要，特别是病痛中减轻因的痛苦。用教育来建立学校，开发百姓思想观念，用信仰来充实人心灵的帮助。真侪来到咱台湾的宣教师，同咱亲像耶稣共一样，伫人群的中间敲找失丧的人，应用天国福音，伫遐来教导、启助人内在的心灵。用教育帮助人有新的眼光来接受新的财物、新的观念，开设病院，伫遐来治疗，帮助人对病痛的中间行即个健康。这基督徒无属于即个世间，上帝去爱咱，借着实践、听的信仰行动，伫世间做根做盐来服侍人，为着要世间人。来见证上帝就是疼，因为只有感受到真正的关心，也袂入捌上帝人对你的疼，伫遐来看见上帝真正是疼，伊才愿意来听。即个有关疼的上帝的故事，150多年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用即种带有疼甲关怀的行动力，伫台湾。来实践咱的信仰，徛伫即个弱势者、需要关怀者的角度，积极参与伫台湾社会的关怀工作。比如讲，对去年到今年所发生即个新冠肺炎，来讲即个武汉肺炎，流行到全世界，已经夺走侪人的性命。当时的国外防疫的物质真欠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本着普世集体听的结连即种的关系甲精神，伊寄即个防疫物质到入去迄个需要帮助的国外教会。今年咱台北中会也有发公文，特别是教社部，教会中老人感染着即个武汉肺炎，来讲新冠肺炎住院的。但是被隔离者，中会拢要发慰问金来关心伊。若是有人因为疫情的关系，生活发生困难，通申请即个急难救助，帮助伊。这拢是看起人的苦难，用实际的疼，伫遐来扶持、关心、帮助。因此，咱知影，咱台湾已经进入即个高龄化的社会，真侪退休。还是高龄的长者，
非常的孤单，也非常需要关怀。咱其实长老教会积极推动教会设立即个社区的老人关怀中心，来讲参照2.0、3.0、4.0到即马5.0，一直开办即个双语大学，来培养关顾即个年长者，互因伫身心灵拢得到帮助。此外呢，也关怀即个身心障碍即个残障者，一直来台湾工作，即个外劳，也是过来台湾的新住民，拢有设立即个关怀站，也来关心陪伴甲帮助因。即个兄弟姊妹，上帝借着祝福咱，来祝福咱的教会，一直徛起伫即个社会，即个百姓，也来帮助因。这今日上帝互咱的身躯勇健，生活无挂虑，日子也过得真顺遂，就是爱咱有能力，伫遐来帮咱，遐会比咱更较软弱，心灵孤单失志，生活伫困难中间的人，因为因也是上帝的百姓，也是上帝所关心失迷的羊群，因也是咱的兄弟姊妹，所以咱爱用实际的关怀，也来引带因转来到慈悲疼痛上帝的家，兄弟姊妹。伫犹太人发展，记载真侪可能平时现实，总是去互富即个特例的故事。伊咧有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安尼甲咱讲，伊讲，假使一个婴仔若出世的时，伊有2粒头，2粒头，那呢，即个婴仔应该算2个人的，也是算1个人的。你有想过即个问题无？犹太人的发展是答案，懂安嘛？讲即个烧水滴伫另外一粒头的顶面，另外即边的即粒头来哀叫，直遐哭，婴仔就是一个。反转的滴伫即个头壳顶面甲即边的，拢无表情无感觉，婴仔就是安那2个人，是不是安尼？咱来思考对歹注意。今日咱共同生活伫即个台湾，通讲是东岛一命，同一个岛屿只有一条性命。台湾岛上每一人拢是命运3连，所以即个新冠肺炎来讲，武汉肺炎的病毒，伊袂区分讲你是北部人，还是你是南部人，也袂区分讲你是基督徒，也是非基督徒。咱我知影风台地动土石流也是共款。当咱的同胞伫遐咧受艰苦、受灾难折磨，咱应该着伫遐伸手帮助。圣经有伫遮讲，互人个比甲人摕较有福气，会当互人，你会当互人表示讲你你有什么？你有嘛对无？你若无，你敢有可能互人？因为你有，所以你会互人。表示咱我阁是袂歹，我阁是富足的，不能力的。这上帝祝福满满，当咱欢喜谦卑温柔，会互人上帝疼，就伫咱的中间，伫流通。所以愿上帝丰盛富贵祝福，会当互咱行各项各种的好代志，互因根规日疼咱的天父。今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哥林多后书9章6节到15节，而且要来甲咱分享圣经中关于即个关键来讲乐观的教导。这段圣经节的背景是当时耶路撒冷拄着什么大饥荒，虽然教会也陷入即个困境，哥林多的教会，伊知影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需要，就是想讲要帮助因，因此保罗。有社会，而且来教导哥林多的教会，而且来甲因讲观念来讲乐观的即个真正意义。对这段的圣经节，使徒保罗甲咱讲，毋通掠做讲，互人会讲假处气是种损失。爱看到的就是你，互人敢若咧掠经济。咱知即个农夫伊若掠经济，掠出去。
会带出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收成。相反，甘心乐意的观念来讲，互人的最后最大的收益者，其实毋是别人，正是咱家己。因为第一，你若也疼心的好种，互人伫遐得到富足，会当互人得到富足。第二项，上帝欢喜，会加倍祝福伫即个乐观，是讲关系下。第三项，乐观是讲关系，会当显明人会疼，甲对上帝的感恩，是讲感谢。而且也疼心好种，互人富足。咱拢知影，要怎样收成，就安怎，怎样伫安怎栽种，种啥物因，就收啥物果。这大自然不变的原理，这运用伫人生的中间也是共款。所以保罗伫遮讲，少种的安怎，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安怎，多收。即个话安怎是真的。哥林多后书9章6节。伫即个所在，保罗将即个关键者，伊讲互关者，譬如称做一个野种的人，只是伊所野出去的，野出去是疼心仁义的种子。大自然中不变的定律，就是啥物？就是高达野种的人，一定所得到是纵向的修行。而慷慨野种的人，咱来收割的时机一到，必定安怎会有丰富的回报。这是一个，咱的一个慷慨乐意野种，也即个疼心种子的人，会得到啥物呢？头一项，出产啥物？生出源源不绝疼的能量，爱的能量，疼的即个力量。拥有即个疼力量的人，伊才会当坦然无有惊吓，会去接纳完整的家己，活出真正丰盛的美好，来讲水较好的性命。这种疼的快乐是对上帝来，当咱愈做效法上帝，对别人表达慈爱、关怀，就会拥有更较多疼的快乐。伊讲好，约翰一书4章19节到20节，安尼甲咱讲。咱有疼，因为伊大声疼咱。若有人讲我疼上帝，也怨恨伊的兄弟，就是白惨的。因为无疼所有看见的兄弟的，就袂疼所未看见的上帝。这是咱会当真清楚。所以，只讲高达的人，对即个啥物？对欠过人关怀、怜悯的心的人，生命中会疼的即个快乐，就愈来愈愈来愈少，愈来愈减。最后咧，变成做孤单、无聊、封闭的人。第二项，会当轻搁较找疼回流转来。咱知影疼是有啥物？有吸引力的。关心人的人，人也关心伊；欢喜帮衬别人的，我相信别人也欢喜帮衬伊。顶大牧师有讲到良记下卷4章1节到7节，迄个颂扬寡妇的迄个故事。咱想看卖啊，当先知以利沙爱伊去甲厝边头尾照即个空的器具的时，伊怎有办法会当照着遐尼多空的器具咧？为什么别人愿意将即个空的器具照互伊咧？我相信因一定安那时时甲厝边有互相安那关心、甲关怀、甲帮助。所以当伊有需要时，别人也愿意帮助伊。而且主耶稣讲，互人就要互你，要用教业的斗，入药互伊19满出来。摒伫恁的衫皮，因为恁用啥物娘来娘，也要安尼倒娘互恁。路加福音书6章38节。第三项，得到上帝永远的纪念。
伫即个山羊甲绵羊的比喻中，耶稣明白会甲咱讲，帮赞遐个伫苦难中的人，就是安那帮赞伫主耶稣，将来要成就迄个创世以来为了咱所备办的国度。因为主耶稣伫遮讲，因为我枵恁捌互我食，我喙焦恁捌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住，我脱北地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看顾我，我伫家里恁来找我。伊是个人要应伊讲，主啊，我啥物时看见你枵，来互你食，喙焦来互你啉；啥物时看见你出外，来互你住，脱北地来互你穿；啥物时看见你破病，也是伫家里去找你啊。王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行伊伫我兄弟姊妹岁的一个，就是行伊伫我。搁要甲倒边个讲，恁受咒诅的，就离开我。人永远会入即个永远的火，就是为着魔鬼甲伊遮的使者所备办的。因为我枵恁毋捌互我食，我喙焦恁毋捌互我啉，我出外恁毋捌互我住，我脱北地恁毋捌互我穿，我破病也是家里恁毋捌看顾我。因也要应讲，主啊，阮啥物时看见你枵，也是喙焦，也是出外，也是脱北地，也是破病，也是家里无来服侍你啊！伊就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无行伊伫即个姊妹岁下的一个，就是无行伊伫我。马太福音25章35节到45节记载，所以慷慨会好所行。就像伫黑暗中点到一拍的蜡烛，对无？因为若分互人，即个蜡烛体就较暗淡，反倒呢，为点到另外一拍的蜡烛，就会愈来愈安愈光明。第二项，上帝乐意加倍祝福即个捐献者，是讲乐捐者。伫这段圣经的中间，使徒保罗讲。逐人照伊心内所有定标的，无你烦恼，无你勉强，因为欢喜提出的，上帝疼伊，佮上帝会互逐项的恩典充满到伫你，互你凡事常常充足，通行逐项的好事有够满满。照所记载讲，伊有大写诗，伊有真侪颂扬人，伊的字永远伫地。佮赏赐经济互野的，也赐予美牛，互人食的上帝。伊要赏赐恁通野的经济济济，也要加伫恁行义的果子，互恁凡事充足，甲有逐样的好心。即个好心就是托重阮来意甲人感谢上帝的。本土后书7章7节到11节，确实。即个真正甘心乐意伫遐来捐献的人，上帝也真愿意欢喜来祝福伊，并且加倍祝福，互伊更加丰盛，搁有春。所以伫遮诗人伫诗篇41篇1节咧讲，眷顾颂扬人会有福气，当犯咱的日，耶和华要救伊。这因为人的好所行，互伊能义。存到永远。而且有一个故事，伫遐讲，有一摆王差遣使者去叫某一个人来到宫里。即个人有三个好朋友，头一个朋友真气动，会当讲若像莫逆之交。第二个朋友虽然伊若欢喜甲伊交往，却无若像第一个朋友遐尼重视一样。但是第三个朋友咧，只惊小可有来往，所以当王差遣使者去调伊来的时，迄人伫遐紧张，紧张我到底做啥物款咧？毋对啊，是安怎？有说王要调我去咧，毋敢单独前往，所以就伫遐拜托伊这三个朋友回去。哪知伊认为上亲密的头一个朋友，
马上甲拒绝讲，我不爱去。你第二个朋友讲，我会当送你到王宫的大门。贵宾所上所愿的朋友，即时却安那义不容辞地讲，我陪你去见国王。这三个朋友，头一位就是啥物？就是财产，财产，咱有财产。尽管咱真疼伊，死后安那，一文钱拢带袂走。第二个朋友咧，就是遮个亲人好友、亲情好朋友，伊只会当相送到火葬场，也是家己迄个所在陪伴你。第三位朋友就是好所行。虽然平常时咱并无识，总是可会当永永远远陪着伊。这是人所做仁义的好所行，会存到永远。我上帝甲人同时伫遐来纪念并祝福伊。第三项，甘心乐意的关系，迄面人的疼，甲对上帝的感谢。咱知影一份小小的乐观，怎样会当显出对人的疼，甲对上帝的感恩，来讲感谢咧？使徒保罗伫遮哥林多后书9章12节甲15节，伫遮甲咱讲，伊讲因为即个服侍的工，毋是补足圣道的欠缺那点，搁煞会互人感谢上帝，因对即个工的经验来归荣光上帝，是因为恁承认基督的福音来顺服，搁因为恁好心款待因甲正人。搁因为着上帝所赏赐恁极大的恩，来替恁祈祷，来传播恁感谢上帝，为着伊讲袂尽的恩赐。这保罗伫遐讲关系这三件事，咱爱知影。所以头一项上内心，咱知影即个欢喜关系来讲乐观的好所行。对你有欠缺的，那像啥物？那像即个及时雨、及时的雨，润泽随时咱润泽，来讲帮衬补足即个人的需要。点在咱只个咱少食一顿大顿的，也会减买一领名牌的衫，也是物件。所以对有需要的人，计是安那及时的雨，救命单。当人伫困难的时，真容易累积、失志，甚至含你伫忧郁、感受即个绝望。所以咱一点点小小的帮衬，还是讲关系，减菜咱点到10万者，即个5万的光，重新互伊来去做即个生之勇气。因为知影家己并无孤单，抑佫有人知影。并关心伊的需要，一种温暖的疼甲关怀，会当互人对绝望的中间产生信心甲快乐。基础的真实的信仰是需要具体的行动力，慷慨会互人表现咱的疼心，毋是只讲口头即个言语那定，更加带有实际的行动力。所以甘心乐意的关系，毋只证明咱的信仰是真实，同时也为着咱赢得别人的疼甲祈祷。这有一句简写吼，咱这红十字的简写吼，会讲伊安尼讲，伊讲虽然我无明白你，总是我安怎，有听着无？咱总是我安怎，感谢你，我不认识你。但是我感谢你，因为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伫这个时代有时会欠缺，伫遐帮衬这个欠缺的人有真大的帮衬。所以人甲人中间的疼、关怀甲感谢，就是安那，伫这个互人甲接受的中间，那像这个电流这个中间伫遐互相相通，伫遐相通，老五彼此的心灵的中间。最后伫遐要讲的就是，这份感谢的祈祷，会直接通向上帝，
伊主要说捌讲，人看见咱的好所行，毋是归因光互咱，是归因光互咱伫天里的爸。这是真正的奇妙，而咱所做，既然会当互人的心意归向上帝。第二就是讲，咱所做的代志，必定咱得到上帝欢喜。这是咱做基督徒非常的重要。对老何书8章9节，因为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一本好业，为着恁诚做颂扬，要互恁对伊的颂扬来诚做好业，正向滋味。上帝安尼生来好款待咱，祝福咱，互咱的生活丰盛到有春。今仔日咱的同伴，也是上帝的儿女，遭受着困难，拄着灾难，咱岂毋是应该双手帮赞，表明对人的疼，甲对上帝感谢呢？所以咱怎样好款待人，上帝也要好款待咱。愿上帝当将逐项的恩典、恩惠、恩赐，侪侪加添互你，互你会当万事充足，会当行逐样水阁好的好所行。愿上帝祝福咱，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你是丰盛阁富裕的上帝，阮感谢你，将世间万物拢要享受阮，互阮更加咱明白，你的恩典甲慈爱常常甲阮相较伫地。特别当阮往款待有需要的人的时，我要看见平安甲欢喜常常围绕伫阮。特别通到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看顾甲保守。主，阮的上帝，我要坚持你所予阮的疼，叫阮时时行担伫你的疼的中间，以及互你的疼伫阮四周的人，向你加深阮对你的信，愈来愈亲像你，并且诚做你活活的见证，来归因光伫你。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传道书的正道，今天咱了解上帝话，咱成为咱的有信息814，新有信息是记载524。你若欠亏真失望，大家可以关心。我
咱来做奉献的祈祷。慈悲听人，阮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享受阮平安，恳求圣神到阮天地，看顾保守阮，若互阮本身平安，身体健康，我的家庭也会当平安顺遂，阮所有一切拢是你所赏赐的。我即条提出淡薄的金钱，也希望你做教会圣工路用，恳求天父降纳。安尼感恩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来报告真感谢上帝，上帝恩典，咱后礼拜开始会当增加30个人，所以咱下礼拜会当会当有80个人来参加这个，所以大家会去互相大家做较报告吼，大家知影讲后礼拜会当80个人当上有个啊吼，来，所以但是希望。照规矩啊，讲就爱做QR code 吼，啊搁也是，啊搁爱分手厅挂口罩吼。虽然有增加人，但是这些预备还是要照着政府的规定来做吼。第二也是，那么所以全家8月23甲25要参加中华牧传部的1万个牧家灵修友谊吼。无伫个期间，咱会请调位传道助手。若有代志，电管遮拢有电的吼，甲立州的长老、黄顺龙长老吼，遮拢有手机啊电的，若有代志，会当直接敲互。第三就是通拄仔报告的，会当80个人吼，所以这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希望会当毕竟会有正常嘛，阮讲80个几个吼，非常的感恩，这台湾这疫情会当恢复正常。莫搁伫遮，那做记者讲，较带大爱甲订货安尼个，吼。再来第4项，妇女事工部爱注意吼，即个中华妇女事工部9月初9个代志，即个事工已经取消啊，所以大家爱注意一下吼。妇女爱注意一下。再来就是7月份到9月份的4年关。如今本已经到来，希望大家当继续认真去读书，会当读了会当，互你当福音展示得力，同心得力吼。第2项，即摆咱的祈祷会也恢复实体啦吼，所以每礼拜5暗时会当来教会参加祈祷会，咱要请咱委员陈俊贵老师也带咱来做祈祷。这项圣经天通会颁布的这个伊教宗教所的今天需要来安怎来这个再来是寿星啦吼，这寿星的代志我先分享一下，阮顶礼拜阮去台东，要去三星台佚佗，
这路程可能爱来，我问司机讲爱20分钟半两钟。啊，拄仔轮到阿 K 机的记者，阮转当车顶做阿 K 机的祷告，而且从那祷告，从那互司机听，互司机知影讲，阮是咧创啥，阮毋是咧学骗，阮伫遐记者，为个较赛车记，为个赛车安全的记者，因的家庭的记者，所以阮太太一直甲讲，你若有时间，你就带恁翁仔某、恁太太甲囡仔来教会记者，来教会参加教会礼拜，所以这 RPG 的祷告就是天涯海角，你碰到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在那边祷告。免是人，这上帝互咱的上大恩典，互咱教会，互咱老婆教会看咱 RPG 当中齐心建造，得人如鱼，哦，爱咱心情发光。这 RPG 行到倒位，会当有人记得，会当无论的无惊的人讲我是个基督徒，哦，这就是 RPG 的祷告上好的。最好的一个很好的团体就是祷告互相交流，所以伊甲咱老婆教会会当做会当成，让每礼拜咱会当成做成这种所生意，后面来到教会，大家拢会当，会当祈祷，因为这个祈祷，上帝互咱这个祈祷就是咱甲上帝好，咱每一工有好处，咱每一工有好处，咱若无好处，咱就无法咧开咱。当是领导是吧？所以啊，过来是寿星，对28，我只会 Candy Crush。蔡英文，嘉义拢不来啊，我人无咱来用来祝福一下。咱三更先来祈祷。主啊，上帝，阮三甲组织伫你面前，再一摆献上阮的祈祷。阮感谢你大恩典、大疼痛，因阮得到你的保守甲看顾，伫即段疫情的顶面。但只是也为着阮的教会，阮教会今年的主题是超侪失落的羊，建立家庭这段。做可能当，互阮的教会真正有望，伫阮即摆咧推行 RPG 诶家庭这段，拢会当互阮伫家庭向姊妹，更加会当全体一致，伫遐三甲祈祷，认识上帝，伫阮属灵的生命得到我大的帮助。做可能也特别为了阮的教会需要，阮伫遐超找阮的敬拜中心，也是礼拜堂。这个敬拜中心啊，礼拜堂对阮来讲非常的重要，要符合着阮全教会每一项姊妹的需要。伫迄个所在当心敬拜，造就建立起做，伊要怎样来宣扬你的福音，带领引带更较侪人的归因你。这礼拜堂是阮心目中上重要，做可以为着阮来祈拜。我也特别为着。新邦希望教会詹牧师甲正向姊妹因的需要，阮遮讲着你，甲新邦希望教会正向姊妹三甲伫底。阮教会青年的需要，就可能会当互因，阮因的生命中，因的信仰上，特别伫因的生活中间，要怎样伫遐经营甲上帝你中间的关系，就可能会当甲遮青年人三甲伫底，互人领受上帝你。大福分的恩典，也来领受你我大认捌你、仰慕你，以及你爱因所行做一切。做可你为着阮即摆因为新冠肺炎来讲，阮地验所伫遐地教，侪人
流病来死无的，主要咧安慰的手，帮咱的手，甲遮个人三甲基地。到即摆所拄着我伫当中的事，请对因最大的安慰。伊仔更加会当来明白你、挑磨你、敲碎你，领受你大大的恩典甲祝福。如果你也特别甲阮兄姊妹中间身躯欠安的、身躯病痛的，三甲基地，伊伫的手、看过的手，拢甲因治得。我会当时时刻刻注意家己的身躯，仰仗家己的身躯，领受上帝你的祝福。阮的心灵拢得到平安。出国的主管也特别看到伊，阮伫国外的生活、工作，也是伫遐学习，也是伫遐游览，经营甲上帝你中间的关系。主管你拢会当甲因三甲基地，看过手，会当伫遐帮助因，建立伫国外的生活一切，会当入伫因的社会，也为着上帝的福音。也来宣扬、见证，互更较侪人来归你。主阮也特别为着初期这伊的儿囝，这因伫南非的生活甲一切，拢得到你的看顾甲平安。所以阮知有几啊位，阮的兄姊妹伫最局长咯，耀中乡、冠恒、新春乡。也是艺环节，就艺环节这段欢迎去国外的地高前置台湾有这个偏向，主管也特别甲伊三甲基地，伊的手看顾伊，互伊紧紧来恢复健康。拄咱将阮本身的需要，来阮伫伊面前求讨来倒的对象，我来完全公平交托伫伊的手，互你会当互阮伫基督中。照你的旨意来应允伫阮每一位兄姊妹所需要的经历。我一摆从阮本身，因阮兄姊妹求讨、恭敬交托，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刚听讲议员已经生啊吼，也是中意啦，压力啊。因为咱来欣赏的是512首，咱请起。是说咱请互主来祝福。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地上帝疼痛，三享受圣神的关联甲快乐，甲咱三个基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